通信软体建立了群组，然后有新增了相簿，然后增加了照片上去了。欢迎收听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网络的 YouTube 可以看影片的，会比较多。找那个播放清单，可以看那个三教经典闽南语读经的啦，义和杂志、义和商业刊啦，那个文章的逐字念的影片呢，劝善书籍啊、经典啊、文章啊、传记啊、观音传啊、达摩祖师传啊、七真传啊，天堂游记、地狱游记、地狱游记也有英文版了，还有济公活佛做了诗中英对照的。圣道旅程啊，人间游记触到了触到了什么记啊？西方极乐世界游记的好多劝善书籍啊，人生之光啊，也有里面也有养生保健的，